从当局的这个政策安排和考虑当中，就认为这个经济的发展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民族矛盾。但实际上，因为它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现有的体制已经决定了，就这种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最大的好处是会被这个权势者从中是获得绝大部分的。而这个权势者当中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正好是这个以汉人为主的权力体系啊，它必然的会把这个最多的好处会由后迁移到新疆去的这些汉人的获得。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反而会加大了民族矛盾。那您看新疆的民族矛盾就像维族人这个不满是有多少是跟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关系呢？跟经济状况的关系呢，当然还是很大的了。因为在新疆能看到的就是维族人确实是在经济发展当中是越来越边缘化。这个当然，我想这也不见得是一个政策制定的这个有意识的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他必然如果不采取一个当地的民族自治或对当地民族的一种保护的话，那么仅仅想就因为一个语言的这个关系，这个内地的投资者或外来投资者，还有这些当权的以讲汉语为主的这些人来讲，他们肯定就是最方便的来讲，就是需要这个汉语使用汉语的人，这一点就已经把当地的民族已经排斥了很多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的。那您看中国政府呢，要在新疆解决民族矛盾问题它应该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现有的体制下，解决新疆问题的前景其实并不乐观，看不到有什么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法。因为在现有体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是不可能真正落实的。而没有民族自治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保护当地民众的利益，使他们不被边缘化的话，根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那我看最近有中国学者，好像是马荣写过，就说中国民族自治这个问题呢，好像是他的意思是共产党把它生造出来的一个就是好像无中生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共产党要不这么做这样的，不搞这个制度的话，可能民族问题要小得多。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这一点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说他举这个美国的例子，就是美国没有民族自治这个概念，当然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了，因为它有印第安人的保护区啊什么等等这些一些特有的东西。当然它从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强调民族性的，但是它这个问题是前提是它有一个它对这个人权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作为它的基础。那么当你每个人的人权都能得到最大的保护的时候，那当然你这个民族权它也会自然的会形成。因为我们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多种多样的民族、多种多样的文化，他们用聚居的方式，他们用宗教的结合的方式，或者他们是用政治团体去提出自己诉求的方式，都是非常活跃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强调民族性的国家里，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就消失了，它反而民族是更活跃的。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之下，它本身它就有对人权就是没有一个给予一个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没有一个民族自治去保护当地民族的话，那么这个民族权就基本上就是得不到这个任何保证了。您刚才说到就是体制问题那么就是中共在管理比如经济发展经济工作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包括西方人学者也说，就是说中共这个集权体制它反而把这个经济搞得非常好，就是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它的体制上的优势那么民族问题呢，有很多汉族人说就是一个同化的问题。那么一个强权政府呢，对这个长远的同化对大部分人这个汉族人口来说呢，它可以执行更有效的这种同化政策，这是不是也是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呢？所谓专制政权更有这个效率，这一点当然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么说。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特点就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它一方面它可以说它能办好事，但这个好事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们可以再问了。就是比如说它修桥筑路、拆迁什么等等这些，把城市面目全部换一遍它都能做。但是它也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你比如像文化大革命像什么当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死几千万人，这也是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专职特点。
但是你说我们到底要哪个呢？就是我们是让他那个大事坏事少干，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所谓的他能够就干一些什么样的好事。何况这个同化这个概念是不是一个好的，是不是应该的？而且我们先不谈这个价值判断，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够实现，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这一点我过去也说过，如果想同化新疆当地民族的话，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大量的移民。可是新疆本身的自然条件、资源，尤其是水的情况已经决定了，对新疆不可能像对内蒙古那样用淹没式的方式去进行移民，是移不进去的。那么你达不到这种淹没的程度的话，那你实际上就只能强化民族冲突，而不能够减缓这个民族冲突，也不可能实现同化。所以现在这种7·5事件，去年这个7·5事件，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根源就是多年持续的这种移民这种政策带来的这种民间的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积累的这种民族仇恨或者种族对立一个爆发的结果。